创世纪第23章，阿伯拉罕买地埋葬撒拉。撒拉一生享受127岁。撒拉死伫迦南地的基列亚巴，就是希伯伦。阿伯拉罕为着伊哀伤啼哭。阿伯拉罕离开藏撒拉尸体的所在，去甲迄人讲：“我是寄居伫恁遮的外族人，请恁予我一块墓地，通安葬我的某。”迄人应阿伯拉罕讲：“先生，请听。你伫阮遮是上尊贵的人物，出在你伫阮的墓地拣一块上好的地，安葬你的某。阮无一个人会反对你伫阮的墓地安葬你的某。”阿伯拉罕起来，对迄所在的迄人趴伫涂骹行礼，对因讲：“恁若肯予我安葬我的某，就请替我请求所哈的囝以弗伦，将伊土地买溜的密比拉洞卖予我，伊通照足业的计数卖我。予我伫恁中间有土地通做墓地。”迄阵，以弗伦甲其他的迄人坐伫城门口，伊伫大家的面前应阿伯拉罕，众人拢有听着。伊讲：“毋通安尼，先生，请听我讲。迄块地我送你。连内面的洞穴嘛，予你。我伫我同胞的面前送予你埋葬你的某。”阿伯拉罕就趴伫涂骹，甲当地的人行礼，伫大家的面前应以弗伦，众人拢有听着。伊讲：“请听我讲。我要甲你买即块地，请你着甲我收钱，予我通伫遐安葬我的某。”以弗伦应阿伯拉罕讲：“先生，请听我讲。迄块地值400块银，这个计数对咱两个减有算甚物？你通安葬你的某。”阿伯拉罕听以弗伦的话，照伊伫迄人的面前所讲的，将买卖通用的银算400块，予以弗伦。对迄时起，以弗伦伫万里对面密比拉洞迄块地，包括迄区园、迄内面的洞穴，甲四围所有的树木，拢归属阿伯拉罕。伫城门口的迄人拢作证，迄块地归属阿伯拉罕。后来，阿伯拉罕将伊的某撒拉安葬伫迦南地万里对面密比拉产业的洞穴。万里就是希伯伦。对安尼，迄区园甲园里的洞穴，对迄人移转予阿伯拉罕做私人墓地。